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财联社报道万科6月27日举行2024年度股东会，会上万科介绍了2024年年报情况。过去一年，万科实现营收3400亿元，综合住区业务销售超2400亿元。在股东会上，万科高管表示，大股东深铁集团给予公司大力支持，在各方积极支持下，万科2024年完成了约197亿元境内外公开债券兑付。2025年以来，已偿付公开债160亿元，也就是万科举行了这个2024年度的这个股东会。如果要说这次股东会和以前的股东会有什么区别，我想就两个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人换了，这次参会的这些高管应该大部分都是深铁集团的，原来的那帮职业经理人就剩一个余亮协助工作，这是第二个呢，这次万科的股东会没有金句，对吧？不像往年万科一开股东会就是各种金句完了之后什么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什么让万科活下去，哪一次股东会都成了这个媒体的这个焦点然后就是万科的管理层开始对房地产形势进行分析，对吧？有没有见底回升，有没有企稳，然后第二天媒体都纷纷报道，这次没有了。2024年全年营收3400亿，看上去这数字还挺大，但是对万科来说已经是捉襟见肘3400亿是不是底呢？很难说。2025年说不定比3400亿还要少，也就是现金流会更紧张。我看这个媒体报道最近各个城市又开始炒地王全国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造地王运动。6月27日，杭州迎来上半年宅地土拍收工大战。今日共6宗住宅用地出让，其中上城区2宗，萧山区2宗，拱墅和余杭各1宗，最终地块全部溢价20%以上成交，更有3宗地块溢价50%以上，6宗地块共收金151亿元。财联社6月26日电，济南宅地楼板价首超2万元每平米，中国海外发展逾32亿，竞得历下区地块。这个支点财经报道6月27日，成都万华集团旗下的武汉市陆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底价21.6亿元竞得长江新区地块，该地块规划总面积37.11万平米，将建设住宅、零售商业、文化设施等。此前，万华集团已出资超36亿元，在长江新区摘得2宗地块，给人感觉这个土地市场这个什么焦头两望，很热闹的样子实际上根据这个财政部的这个数字是吧？咱们卖地收入那是一年比一年少土地市场表现其实非常差，政府缺钱，这个非核心地块对吧？非核心区的这个土地无人问津，低迷的楼市也需要好消息刺激。所以现在各个地方政府，你比如杭州、成都上海，纷纷推出核心城区优质地块，以高单价成交，对吧？成了各地一种主动选择这些地块最终都凭借好位置、供应稀缺、总价相对低，以及这个建筑规划恐怕更加合理，成为了刷新城市地价单价记录的主力，也为这个地方政府卖地造势对吧？立下汗马功劳。这个既不用担心流拍，保住卖地收入，还能刷新地王记录，刺激市场和舆论。所以这2年全国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造地王运动。这个咱们节目一直说目前有很多城市都在这2年纷纷刷新了本区域的地王记录。但是这种操作对房地产市场到底有没有影响？影响有多大？实际上除了地王刚拍出来那1-2天，媒体炒作一下，吸引一波目光眼球之后，其实并不能掀起多大的波澜，因为你这个地价拍得太高韭菜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跟韭菜没关系，跟少数富豪有关系，对吧？韭菜也只能望洋兴叹，感叹一下这个房价怎么还这么高，对吧？本质上那场楼市还是受供求关系影响，不会因为你这个地方出了个地王，或者大家就玩命的去买房。在目前这个低迷的这个行情下，拍这个地王也不一定就是保赚不赔。我认为这跟你的城市有关系，就是玩地王这种恐怕也只有上海对吧？或者杭州也是个别的这些城市，因为还有不停的有这个
资金在流入，人员呢还在流入，这些城市啊还有故事要讲，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拍这个帝王，说不定啊操作的好，而且动作要快呀，对吧？年拍的，下半年记得开盘卖呀，有可能会赚钱。其他的地方的帝王啊，这很有可能要赔钱，要砸手上。2021年前的帝王几乎都是以亏损告终，对吧？这2年的新帝王啊，也随着这个房价的持续下行而产生亏损。所以说啊，各个地方政府啊，通过炒帝王来带动当地的这个楼市啊，让楼市企稳，这个恐怕也不现实。这个每日经济新闻呢，它报道了这么一个案例：网红公司1.1亿元拍下一栋楼后毁拍。河北网红公司1.1亿元深圳抢楼后毁拍。深圳罗湖区红岭中路一栋6层老楼在阿里法拍上以1.14亿元成交，溢价率高达379%，但竞得方千代传媒随后毁拍，475.5万元保证金或不如退还。该楼建筑面积3333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仅剩8年，周边写字楼均价较高，此次法拍成交单价3.42万元每平米。业内人士分析啊，毁拍或因成交总价过高，企业补缴资金压力大。这叫什么事啊？这个一家网红公司啊 ，MCN 公司还是河北的啊，跑到深圳去参拍一个项目，这个红岭中路一栋6层的老楼，独栋啊，想把它买下来，结果啊，这个一顿这个举牌啊，一顿加价，最后是1.14亿成交，溢价率啊将近4倍。本来是奔着捡便宜去的，结果拍着拍着就上头了，对吧？价格越出越高，咽不下这口气啊！1.14亿元成交，哎，现在他不要了，毁拍，说他没这么多钱。那对不起，你参拍都有保证金啊，这个475万，保证金不退了，怎么会出现这情况呢？这个网红公司啊，是不是想通过这个毁拍来搞一波流量呢？但是如果要通过这种方式搞流量，那成本有点高吧？这475万呢，这个叫千代传媒的啊，本来奔着捡便宜去的，对吧？恐怕误判了深圳的楼市啊，以为深圳楼市很火，说明2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网红公司啊 ，MCN 公司现在这个业务也不行了，对吧？不像过去啊，日进斗金啊，买个楼算什么？现在流量那么贵，对吧？很多网红公司都在破产关门，对吧？这样的公司他还跑去买地买房子，高估了自己。第二个就说明深圳的楼市啊，恐怕还在往下走，还在寻底啊。它这个单价只有3万4啊，其实应该不算贵，就是在深圳啊，它这个独栋啊，虽然只有8年的这个土地使用年限，但是这个不要紧啊，8年以后你可以再续交啊，对吧？交一部分钱就可以了。所以只能说这个网红公司啊，恐怕一个是自己自身的现金流有问题，就已经没那么赚钱了，头脑没那么热了啊。第二个就是拍到手之后一看，深圳这个楼市啊，不是想象中那么坚固，对吧？还有下跌的风险。如果说深圳的楼市是像这个5年前或者6年前那样一天一个价，蒸蒸日上，它怎么会毁拍呢？拿到手再转手一卖，对吧？1个亿、2个亿就到手了。关于这个楼市啊，关于房价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企稳，我们看一看这个大摩的邢自强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啊。从2020年到现在，中国房地产的调整经历了5年左右，比当时的顶点量上已经下调了60%，可能到2026年底，从价到量慢慢的进入一个经济企稳的阶段。从去年开始，中央多次提到稳股市、稳楼市、稳消费。作为你们来讲，现在房地产形势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啊？你看今年新房开工下跌了27%。我们其实从顶点来算的话，从2020年到现在，整个新房的销售、开工、供给下跌了60%。那如果把中国这轮房地产的调整跟全球经历过类似大起大落周期的经济体比起来，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日本、西班牙、爱尔兰、丹麦、比利时，很多都经历过一辈子有一次的房地产的调整周期。那么你会发现，从2020年到现在，中国房地产的调整经历了5年左右，比当时的顶点量上已经下调了60%。其实已经比较大的一个数了啊，比较符合别的经济体呢。整个房地产从巅峰到谷底调整结束了，慢慢进入了一个新稳态、新常态的过程。那这看起来应该是个好事儿，尽管对经济暂时是拖累，但看起来慢慢要看到曙光，进入稳态了。但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毕竟我们存在着
在一些没有人口流入的中小城市建了太多的房子，供给过去过剩了，所以这种库存的消化需要时间。你像全国来讲的话，现在新房库存加上要挂牌的二手房库存在一起，需要3年多才能消化掉。所以呢，就使得我们现在还没法断言，到了今年底或者明年，大家看到房地产的价格量就完全稳住了，因为毕竟还有库存这个堰塞湖需要消化。那决策层呢，对库存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思索和探索，就是是不是地方政府可以适度的去回购一些库存。对啊，把商品房改造成保障性住房。对，但这里面有2个难点，一个就是我们在一些中小城市没有人口净流入的地方，往往是库存最严重的。那些地方它都没有人口净流入，反而是流出的。你把它改造成保障性住房，可能也没人得不偿失的啊。对，在中大型城市，比如说省会级的31个城市，它确实是有人口净流入的，有大量的外出灵活就业人士，他是希望有保障性住房，让他的居住条件改善，更有尊严的生活。但这就牵涉到谁来出钱的问题。如果现在仅仅是鼓励地方政府去做，但地方政府自负盈亏，金融上要问责他，他一算，那这个保障性住房收益率也就1%，我这个再贷款的成本，将来还有运营每年的成本，完全覆盖不了，我这怎么能够自负盈亏？所以就需要把它上升到这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手段，需要中央政府去出钱，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财政出钱，或者中央银行帮忙去介入，而不是让地方政府自负盈亏去做。最后一个没有完全打破的就是对道德风险的担忧。毕竟过去10几年了，房地产快速膨胀的过程中，那我们出现了一些无序扩张的情形，可能地方政府啊、房地产商啊、银行啊都从中获益了。现在中央政府可能觉得要靠我的钱来拯救你们，他觉得有道德风险。但是纵观全球房地产调整大起大落整个过程，有的国家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可能勇于打破这种道德风险的约束，及时的出手，反而最后取得的效果更好一点，及时的走进了新稳态。这块美国、日本都有不同的经验供我们参考。对，但是咱们千万别去学日本啊，咱们不能再来一次30年，完了这受不了的，这老百姓也受不了。这房产原来人认为我这房子值1000万，这2年比如掉了20%、30%，他真觉得就200-300万没了。所以他就不敢花钱了，就还得中央政府去出手啊，任由这个房地产市场自己去恢复，那还得需要几年时间。我想一个比较合理的，或者说相对比较客观的预期，也等到明年底吧。通过现在观察到的这种供需，它有缺口，但在收敛的过程，可能到2026年底。从价到量，慢慢的进入一个经济企稳的阶段，但是这个过程就像您提到的，如果有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介入，或者中央银行某种手段的介入，可以缩短，有助于缩短这个过程，让整个进入新稳态来得更快一点，更早一点。这个辛志强啊，他认为如果政府不再出什么特殊的手段的话，那么恐怕到2026年，就是明年年底，量价都见底。但是这是一家之言啊。我记得去年9月份，对吧？这政府出台救市措施之后，很多经济学家就已经在那儿斩钉截铁的，对吧？言之凿凿说楼市见底了至少什么1线城市，对吧？北上广深见底了。你现在看看见底了吗？所以对经济学家他的预测只是个参考。到2026年年底再说吧。照目前这个形势2026年年底也很难见底。楼市企稳这个先行指标，我认为就是就业但我们每个人呢，感受到就业好像已经稳了，对吧？就业不再像以前那么难了，那这个楼市它自动就稳住了，都不需要你出台什么救市措施这个邢自强他也认为各个地方政府出台什么收储计划也是没有用。还有道德风险，这个观点跟咱们是一样的，对吧？也就是地方政府没有这个动力你要逼他收储的话，那他把你的钱挪用。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就这么干呢。这个审计署关于2024年的这个审计报告里面也说了一共有13个省
挪用400多亿养老金发工资还债，就是有13个省啊，一共挪用了400多亿的养老金来发工资还债，有17个地区城投借农民身份证套涉农贷款50亿，涉农贷款的利息更低啊，恐怕是0.几%，因为他那个是政策性的，那有的地方政府就动歪脑筋啊，拿农民的身份证去搞申请各种各样的项目，套取这个叫农发行嘛，农业发展银行，对吧？去跟他那贷款，那个是政策性的啊，他那个贷款利息非常低，惠农的，它上面还写了某个城投啊，说的是啊，福建的晋江市啊，这个晋江有几十家上市公司啊，这 GDP 也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当地的城投要向慈善总会见义勇为协会借款，1个季度借了15亿，地方城投没钱，跟这个慈善协会、跟这个见义勇为协会跟他们借钱，借了10几个亿，哪来的这么多钱呢？也就是说，你看看啊，这地方政府都缺钱缺到什么程度了，居然还要让地方政府去拿钱出来配套，去收这个开发商卖不掉的房子，做保障房，这个是反人性的。我们再看看啊，这个还是福建，你就知道现在已经到什么情况了，矛盾呢都已经盖不住了，已经白热化。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前2天福建的这个福州吧住建局发文，对吧？公开批评这个招商银行福州支行，对吧？作为保交楼这个什么啊监管账户失职，结果啊，这个福州住建局又发布了一个通报，这是6月25号，福州市住建局官网又发布关于对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保交楼工作不作为问题通报。上述通报中称啊，位于福州市闽侯区闽侯县的保交楼项目叫荣兴将来，由福州俊德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根据这个属地住建局反馈，为推进项目复工复产，属地保交楼专班多次召集海峡银行、项目公司以及股东方等单位协调推进白名单融资事宜，但项目股东方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态度消极，不断拖延白名单融资开展工作。中航信托现已被建信信托和国投泰康信托等2家信托公司托管，也就是中航信托已经在破产的边缘爆雷了。它现在是有2家公司啊，一个叫建信信托，一个是国投泰康信托，他们已经托管了。福州市住建局表示啊，因中航信托被托管前后消极不作为态度，已影响福州市保交楼工作进度，造成业主不断群访，影响社会稳定。根据国家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的相关政策精神，对中航信托上述无社会责任感和拒不承担保交楼任务的行为予以通报。你看看啊，对吧？前面是招商银行、福州支行，这个又是中航信托，至少说明啊，现在这个保交楼已经到了一个叫攻坚克难，已经非常难了。谁出钱，谁承担损失，对吧？这中航信托说了，我作为大股东，我这个信托是投资人的钱呢，我要刚性兑付啊，我要给人家把钱兑，要不然人家不一样的这个投资人也到中航信托去闹嘛。中航信托已经不行了啊，他已经被这个别人的信托托管了，这就说明他本身就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就是那些投资人跑到信托去闹，叫维权。哎，这个福建的住建部门说了，这个买了房子的业主，对吧？不断群访，也在这闹，那怎么办？谁给谁让路呢？这个可以说啊，恒大暴雷，这个将近4年，很多东西啊已经捂不住了。咱们一直说纸包不住火，咱们老是说啊，总有买单的，对吧？你说恒大这个2万亿，融创多少万亿，碧桂园多少万亿，这到底谁来承担呢？谁来买单？拖了4年，把该买单的都要出来了。这个中航信托作为这个项目的大股东，那肯定是希望，对吧？你什么白名单融资啊？你先把我放出去，你给我点钱，我走了，对吧？或者他肯定压了很多这个资产在手上，要去变现。但是地方政府可不管呐，对吧？你是信托，那地方政府是要保交楼，对吧？我要把这楼盖出来，这矛盾不就有了吗？为什么到这个情况呢？双方矛盾，对吧？通过通报的形式公之于众呢？那就是谁也不让谁，就是你是地方政府你厉害，我是央企啊。你看中航信托，对吧？建信信托，建信信托应该是建行的吧？我从这名字看啊，应该跟建行有关，对吧？那大家都有靠山，对吧？都是为国家这个做贡献的，凭什么我给你让步啊？地方政府它有保交楼职责，这个信托那人家也说了，我这个对我的这个用户啊，我要负责啊。所以这个只能说明什么呢？随着保交楼这么长时间了啊，往后像这种矛盾呢，恐怕是越来越多。现在是福建，对吧？马上恐怕就是到广东、浙江或者这些地方啊，安徽四处开花呀。所以
综合啊以上种种这个情况，对吧？你要说2026年这个房地产量价企稳，就是房价也稳住了，交易量、成交量也稳住了，这个恐怕是个美好的愿望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